也台湾看世界来关心中国的消息，中国武汉爆发不明病毒性的肺炎，咱台湾当然唔敢大意加强边境防疫措施，为美和直航呢开台湾一礼拜有12航次班机呢，拢总定期检疫，同时伫空桥架设红外线量体温，全面要防止疫情入来咱的台湾。目前中国武汉已经将传出疫情的华南市场、海产市场甲关起来，因为当地媒体有咧报讲，最近无入去市场附近，即个民众共款嘛去围着，所以讲提醒乡亲，最近若是要去中国武汉，一定爱细致。稍后检疫人员将为您进行健康评估。大家只要好势，对武汉来班机旅客，你的健康由防疫人员伫机场帮你把关。另外，佫经过空桥顶面的红外线体温测量，疾管署加强防疫，就惊不明的肺炎疫情进入台湾。经由这样的机制呢，我们的确也发现了机上有1名发烧的幼童。那根据评估之后，因为这1名幼童呢只有发烧，他没有相关的接触史，那也没有呢到危险地区的活动史，所以经过我们评估之后，觉得他感染这个不明因肺炎的几率是低的。这是爆发疫情的华南海产市场，当地27位感染不明病毒性肺炎的病患，病情已经得到控制。不过，却传出1名对武汉到香港的女子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。已经有验过禽流感，还有 SARS， 那都是阴性。那另外这个病人好像也没有去过这个武汉的这个市场的那个部分。即卖已经退休，伫病院观察，提醒最近要到武汉的旅客避免前往疫区，嘛唔通进出华禽市场，是不一定爱做好息，较接洗手、挂喙罨，回国10天内，若是出现着身体无爽快，爱赶紧就医。